Hello，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 啊！你有冇試過有一種感覺，每一次一到月尾睇住個銀行戶口，你都會同自己講，下個月一定要好好儲錢，好好理財。但係到咗下個月呢，總會有一啲意外發生，可能係一次嘅突然聚會啦，一件你覺得哇唔買唔得嘅衫，又或者無啦啦架車突然要維修。你可能收入唔低，甚至乎都幾努力工作，但無論賺幾多錢，個戶口好似都有個上限咁樣，去到某個數字就停滯不前，或者好快打回原形。你覺得自己陷入咗一個賺得越多花得越多，或者永遠冇突破嘅財務死循環。每次當遇到呢啲財務嘅卡住狀態，大部分嘅人第一時間會歸咎於外在嘅環境，或者怪責自己，我嘅能力同埋性格，甚至乎覺得自己天生就係冇數字頭腦，自控力太差。但係今日我想同你哋講，呢啲完全唔係你嘅錯，亦都唔係因為你懶，亦都唔係因為你唔識計數。呢啲其實係你大腦嘅基因，幾萬年嚟為咗保護我哋嘅生存，本能做出最好嘅反應。只係呢個保護機制放喺現代嘅金錢世界，佢已經失效。我哋總係以為自己只要學多一啲投資嘅技巧，換一份高收入嘅工作，財務問題就自然會解決。但如果系統唔變，方法只係徒勞，真正嘅底層原因係你身份設定。我哋嘅大腦有一種好強嘅熟悉感，同埋行為一致性嘅機制。如果你潛意識裏邊對自己嘅身份定位係一個普通人、基層出身嘅人，或者唔配擁有太多錢嘅人，你嘅大腦就會自己啟動一個生存模式。所以你會發現啦，每當你嘅財富超出咗身份設定嘅舒適圈，例如突然多咗一筆收入，或者花紅啊、人工升咗，甚至乎炒股贏咗，你個大腦反而會覺得危險、陌生。為咗帶你翻返去呢個熟悉嘅地方，冇錢係最安全嘅狀態。佢會驅使你咧做相應嘅行為，譬如自動將多出嚟嘅錢處理咗佢，即係用咗佢。呢種潛意識嘅身份控制喺生活中咧，其實隨處可見㗎。你甚至可能係每日都喺度重複緊。例如，當你去面試，明明你有足夠嘅能力，但對方問你有咩期望，人工係幾多，你就開始懷疑自己，開始貶低自己個價錢，因為你潛意識覺得自己唔值得呢個價錢。或者當你突然有一筆意外之財，你嗰晚就會忍唔住瘋狂咁樣網購買機票睇下邊度旅行，因為有錢留住會令你有一種莫名嘅焦慮感，所以你必須要唔晒佢，你先會覺得好踏實。呢啲行為表面上你以為你喺度花緊錢，但實際上咧係大腦幫你維持一個舊有嘅身份。我曾經觀察過一種情況啦，我有一個個案，佢係一個非常勤力嘅自由工作者啦，月入咧都相當唔錯，但奇怪嘅係佢銀行戶口永遠儲錢咧都唔超過5位數字，而每當存款咧開始有啲突破嘅時候咧，佢無啦啦就會去睇醫生啦，或者屋企人要問佢借錢，或者突然屋企電器壞咗，總之有一筆大嘅開支啦。當我深入拆解之後，我發現原來佢由細睇住佢父母為咗錢而嘈交，喺咁嘅環境底下長大。佢嘅潛意識裏邊設定咗有錢就等於家庭破裂會嘈交，而冇錢呢先係最安全同埋獲得到愛同埋同情。所以到佢長大之後，每一次嘅理財失敗，當佢睇清楚呢個金錢嘅困局，佢嘗試喺身份上重新接納自己係一個值得擁有財富嘅人，但佢經歷咗極大嘅痛苦。佢第一次嘅嘗試將錢留喺戶口嘅時候，佢會失眠，感到內疚，甚至有一種背叛咗父母嗰種罪惡感。呢種其實係舊身份嘅拉扯同埋反彈。
先係最難捱嘅一部分。但係當然佢捱過咗呢段唔舒適嘅感覺啦。學習將財富同埋衝突咧拆解咗之後咧，佢嘅日常生活財務問題唔需要刻意去慳錢節儉，就自然開始有好轉。所以如果你唔改變你內在身份嘅設定，你學再多嘅理財方法，諗更多方法去賺錢，結果都只係會不斷重複，因為舊嘅方法永遠只會服務舊嘅身份。你嘅外在財務狀況只不過係你內在身份嘅一個延續。你唔係唔識理財，你只係仲未做好一個新嘅身份，成為一個有錢人。如果你發現自己長期重複同一類困局，譬如關係、金錢，可以進一步進行身份覺察。